大嘥鬼魔術師今次想表演變走垃圾，全部變走晒？原來垃圾冇變走到。要處理垃圾唔係靠魔術，係要靠轉廢為能設施。好多地方使用轉廢為能設施取代堆填，可以減少甲烷排放，加快應對氣候變化。轉廢為能設施採用新穎嘅建築設計，同時結合休閒及教育設施。現代化轉廢為能設施，運用先進垃圾處理技術及煙氣淨化設備，排放將符合嚴格標準，確保運作有效潔淨。香港正全速發展轉廢為能設施 iParks 網絡，位於石鼓洲嘅 iPark 1正在興建中，而位於屯門曾咀嘅 iPark 2亦正在規劃中。我哋需要未雨綢繆，及早規劃更多轉廢為能設施，以配合香港未來發展需要。